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0号 M 新闻，我是嘉豪。在高雄的中正2号发生学生囡仔集体食物中毒，这卫生局昨暗时接到通报，讲这国中1年仔的上无有42个人，13食暗顿了后呢，就开始吐骨头，送病医了后，情形是有变较稳定。高雄市卫生局就表示，是外包厂商入去学校内面煮食的，稽查现场是有发现到这鸟鼠甲家蛇的形状，而且这实在无过关离开涂骹顶确实，已经下令暂停7天，也着爱消毒。来到中正2号厨房，卫生人员为环境检体到车柜食材拢带回检验。市政府10时暗时接到通报，前日天暗顿了后，中正2号学生囡仔好亲像真侪人食物中毒。到15下晡1点前，拢总42个国一学生出现发烧、吐骨落瀉，即种当为到镜头。现场采回10余检体44件，环境检体4件，将视检验结果依法办理。针对发病个案及厨工进行人体采检，预计共16人感染病源，采检厘清中。后来餐饮由外包厂商采买食材了后，使用学校的厨房煮食。市政府稽查作业场所，发现食材无离开涂骹，冷藏冷冻区无温度记录表，洗水槽无洗手液、拭手纸这缺失，甚至出现鸟鼠、家蛇、糊尘，要求厂商为15至21日停止供餐7天，全面清洁。学校目前已经配合高雄市卫生局入校实施疫调及查验，针对伙食作业区以及学生用餐环境实施查，并将食物检体予以采样，以厘清学生身体不适原因。学校安排协助17个学生囡仔就医，经过诊断是上呼吸道感染，也甲肠胃炎，拢已经转来学校休困。会配合疫调，才会相关查察，嘛会加强环境卫生甲饮食的安全工作。高雄市政府已经要求厂商限期改善，啊若无会罚老板2亿，嘛袂当复工。听候检验结果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8月底有公布7名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名单送到立法院，不过立法院到今也未进行审查。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今日就带大法官被提名人去到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伊是希望讲这立法院的行使同意权来甲因支持。不过这双方闭门会谈只有10分钟就结束啊。潘明安是表示讲韩国瑜有答应讲会赶紧把这大法官人事案 NCC 委员考试院委员案摆入去议程内。见面3分前，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带7个大法官被提名人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双方关门会谈，干了10分钟就结束。潘明安会后受访的时阵讲，气氛真好，而且韩国瑜答应会赶紧把大法官人事案以及 NCC 委员考试院委员案摆入议程。这个名单的话是被质疑说好像有一点抽佣的角色，那对于今天这个来拜会韩国瑜院长有信心吗？10月底大法官的人事案就要召集了，那应该剩下没多久时间了。大法官提名名单8月底公布了后，知影就一直批评。国民党团是这个大法官兼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政党的色彩相当，放掉要投无同意票。民众党团提出问卷调查表，要求7个人填答。不过大法官被提名人发联合声明，声无照办。7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呢，我相信他们都可以来应对未来在立法案的审议。我想我们有信心来通过这个朝野政党的考验。院长读朝野协商之后，我们也会择期来拜会其他党团。若是立法院15听诉委员会搁讨论明年度总预算案，是不是拜日拜5议会议程时阵，又搁引起调野的论战？针对报告事项14案到24案以及25案，建议暂缓，就要协商。我真的是没办法称赞你啊！你像比如说，你说把这个总预算你又暂列，只要行政院它能够依法行政，依照法定预算来编列预算，那么只要有一个这样的诚意，还有这样的解决方案，我们在星期5的时候是可以再来处理。因为韩国瑜办公室已经发通知，拜四要对总预算案进行调野协商，所以定委会调委吴宗宪无动用表决，是采取提报议会处理，为协商保留空间。记者综合报道。
北检继续咧侦办金华城案，今仔早起呢有提审在阿被告的台北市议员尹晓薇，也佮伊的助理吴顺明，下晡也提审朱阿好来问话。伊若讲到这金华城若准停工，敢会造成公安记录呢？市长蒋万安伊就表示，停止时间勘验期间会依法要求做好相关的安全维护措施，确保工地和附近的居民未受到影响。不算命吗？不算命。青瓜头头行真紧的查甫人，就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尹晓薇的助理吴顺明。今日后壁白头毛、挂嘴暗、提文件甲手铐扛起来的人是尹晓薇。北检继续侦办金华城案，透早也搁再提审在案的2个人。董事长为什么需要抗告？坦诚信会是哪个部分？北检下晡提审，搁再向法院提出羁押控告的台北市政平业局长、中中华开发董事长朱阿好。另外，为着厘清前台北市长郭文地有关的政治现金募款的流向，北检10时也指挥廉政署以证人的身份约谈文华东方酒店负责人林明群。根据周刊的报道，传出郭文地的 USB 当中有记录家人市长贾国良2包相关内容，贾国良也出面说明。假如这个检方有传唤我这边的话，我一定会非常积极，而且全力配合。太多的细节我没有办法去透露，就是说的确有家族的企业跟民众党有过一些往来。北检表示，就看按照消息来源，家己推敲报道，无要评论。针对外界关注金华城停工敢会造成公共安全的记录，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做出回应。停止生活勘验期间，我们就会要求，其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建筑法规，不管是起造人、承造人或监造人，都必须要做好一切安全维护的措施，确保工地的公共安全以及避免对周遭住户的影响。蒋万安强调，伊的魄力就是坚定依法行政的立场，未受到影响。已经要求建筑管理工程处无受理金华城后续提出施工勘验的申报，安尼已经达成实质停工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倒溪乡有2个查甫人烧酒，因是早啦前要去掠山猪，其中一个姓苏的查甫人可能是看到乌影就开枪，煞去弹到米伫田内面。另外一个姓马的查甫人，伊的颔棍仔来着枪，送病院了后，犹原是救不回来。救护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互枪弹到的这姓马的查甫人已经昏去，唔知人啊。家属靠甲真伤心，开枪的这男人嘛唔敢相信，讲伊拄仔拍到的唔是山猪，是一个外人。这是山猪，他又没开灯，他窝在那个田埂里面。我看的时候，结果就打了。案件是发生在14暗时10点，警方接到报案，在倒溪乡花75-35公里处是发生拍打煞去拍到人的案件。互弹到的这姓马查甫人本身嘛是男人，埋伏伫田遐，所以当作是猎物。苏姓犯嫌与陈姓友人携带猎枪前往稻田狩猎，因视线不佳，苏前误认黑影为山猪而开枪射击。误伤独自前往打猎之马姓男子。救护人员到现场发现，讲这姓马的查甫人颔棍着枪，已经无什么意识 ，CPR 而且送去玉里的主治病院急救。接触到患者，发现患者已经没有呼吸道病情，然后我们救护员立即开始 CPR。那患者在医院急救处之后，仍然在医院宣告不治。经过警方调查，3个人拢合法持有拿枪，但是因为无小心去弹到姓马的查甫人，涉诉的嫌犯红照杀人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另外涉案的枪支，佫必须要交转来，而且撤销许可证。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因为这鸡卵欠货计数是起真济，最近因为卵箱过济啊，计数就开始直咧放。卵商工会今仔日就宣布讲，这卵价搁再落3块，产地计数一斤是降到21块半。也若这挂价对明仔载开始是降到一斤是34变做31块，是这4年来上届价数量。也若这饲鸡协会和农民也拢批评这农业部，讲这农业部拢无伫咧管控这进口做种的鸡的总数量。农业部也表示讲，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消费者最近是无被遐济，到寒天时啊就会改善咯。
民众到市场买鸡卵，一买就是一大箩啊。讲即卖鸡卵有影真俗。现在什么都涨，只有鸡蛋它有降，我还觉得蛮惊讶，我们的用量还蛮大的。但换新的介绍，白卵一袋斤是29块，比去年在欠卵的时，每袋斤85块是天差地。不过头家讲，介绍虽然落真济，煞无真济人在抢买。不知道是天气热还是怎样，买气也是差呢。就是买鸡场它才会一直降啊。因为供给鸡贵需求，台北市两上港过15宣布卵价搁再落3块，产地价每袋斤降到21.5块，挂价16开始每袋斤对34块降到31块，卵价是创4年以来上低。现最新的鸡卵产销资讯显示，昨天鸡卵产量12.5万箱，已经超过个人昨天所需要12万箱。昨天鸡产5,000箱，大约100万粒的鸡卵产销已经出问题。市鸡协会认为讲是因为农业部去年大量增加进口贵种的鸡有关系。农委会就是咧惊讲撤蛋的时，伊唔知系各工鸡，准目前啊33万只啦。啊，你若想一天啊33万只就出来，要死人呢。鸡啊，蛋鸡这个畜牧登记证拜托管区拢暂时，包括更新的拢暂时紧冻掉中华农民表示，进口配种鸡检出来了后，造成生卵的鸡伤济，而且生伤济卵，应该补助换掉进口的配种鸡。农业部是讲，卵价落是和民众需求减少有关系。今年冬天有禽流感，你需求的时候，你把种鸡都杀掉、淘汰掉，一下子想要有新的小鸡、种鸡也来不及。种鸡这边也要配合再减量。目前的状况纯粹都是消费市场比较萎靡。农业部表示，早在今年7月就换掉生意较少的鸡母，数量超过220万只，也超过目标。也建议配种鸡的业者家己调节生产的数量，产量上济情形伫冬天了后，民众需求增加就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永康这东桥一路的脚踏车加行人专用道，早前是规划给附近的学生囡仔上课下课使用的。不过后来因为这自行车道的使用率真低，所以真侪民众就开始违规骑奥多摆探过遮来。针对着这条路，敢有要甲分块开放给机慢车使用？地方即马是有无共款的声音？骑脚踏车的民众后壁4、5台奥多摆对甲真密，这条是永康东桥一路自行车参过路人的专用道，路口现在禁止骑机车入来的标志。不过上下班时间，游玩侪人惯势骑对遮。警方今年到单开500外张的罚单，近来地方风声自行车道要扩建，来增加开放机慢车通行，引起讨论。把咱的这个泵坑改好，改一寡安全设施做好，咱还来开。骑伫里面，我是建议讲。咱无适合来伫遮开这个道路。你若无安全前提之下我觉得开放只是造成一些很多的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些赔偿问题。要放起来，阮里长会去控定，大家方便啦，去镇南山路跳都话无安全感啊。这条专用道已经20档，早期是规划给学生骑脚踏车同学使用，后来自行车道使用率低，大家才骑入去。因为这条通探去盐行甲工业区会当省10分钟。不过有人烦恼，万不利若发生意外，要安怎办？针对这到底敢有在地合法？交通局驳回，目前也未决议。民间团体是建议要全面评估规划。有2个层面啊，一个是脚踏车他们想用但是不敢用，第二个情况是因为我看脸书贴文，它本来在银行国中脚踏车数量急剧的下降，既然这条路它本来是给脚踏车用，那现在这些族群又变小了，我给其他的用路人使用，这个是可以的。有顺利民意咧研究讲后路续会当安那利用迄个号志标线的改善来安那来符合咱即摆现初期使用的情形。地方当局反映有机车通行使用需求，交通局回应因后续的跨局处会议，会邀请地方民代斗阵讨论，有共识了后才会做决定。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南韩军方15证实，这北韩甲连接南北韩的经济线、东海线部分交通路段崩掉。北韩讲是因为南韩最近用无人机去到因遐野宣传单，才会甲这交通来毁掉。不过经济线和东海线互看作是南北韩和平的代表，北韩单方面的行动，互外界认为是南北韩已经是拍歹关系啊。
北韩的阿兵哥准备引爆，过来就出现兵器的画面，刷图是夜夜飞。边仔的蓝色路票用韩文甲英文写一路顺行再会，看起来真考细。乌托机甲各种重型的设备也驶入去这个路段，协助后续的铁路工程。这是南韩陆军无签名提供的画面，后边去的是连接南北韩的经济线道路。南北韩局势真紧张，北韩伫初九对外公布已经切断和南韩连接的所有公路甲铁基路，开始边境的设防工作，并且抢攻要甲连接两韩的交通兵器。伫当地15中昼12点，北韩有影伫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北，经济线甲东海线部分连接道甲兵器断绝双方的陆路交通。根据南韩军方接下的情报，北韩对去年底就一直伫军事分界线四边带地雷、铁电火条啊、铁基路甲附近的建筑物准备兵器的工课。因为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虽然互兵器的经济线甲东海线拢伫北韩内底，说是南韩开钱开1768亿的韩元贷款互北韩收起的，换做苏当时的贷款汇率，等于是代票43亿。虽然讲是贷款，不过北韩将来毋捌还过这条钱，而且讲兵就兵。北韩即届并条道路的原因是伫11日南韩的无人机侵入平壤的天顶，并且野大量的传单的内容针对金正恩甲伊的查某囝金主爱，指控因伫北韩人民面对困境的时，有缘开大钱买名牌，并且强调南北韩年收入的政策。北韩官媒报道讲，这内容已经互朝鲜的人民真生气，认定是严重的欺抗行为。 한국인으로서 당연히 좀 안타까운 심정이고요. 조금 더 우리가 활발하게 교류가 좀 이어져서 좀 더 회복이 되었으면 좋겠는 마음입니다. 好看做是和平代表的经济线甲东海线，和北韩单方面兵器，外界解读做南北韩关系宣告变面。南韩军方伫北韩并调铁基路甲车路了后，是向军事分界线以南展开对应射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目前北韩的爆炸行动无互南韩带来损害，不过军方当咧严密监控北韩。公司新闻新录倍编译。 讲到人工智慧是现代趋势，不过这是假电假假伤。美国的谷歌公司最近就直接和加州一间新创企业签约，要用上届新的技术呢，去6座到7座小型的核反应炉，希望讲在2035年之前会当提供大量的电。谷歌除了是英语系国家超出功能的大公司，嘛推出形成式人工智慧开讲机器人 Chatbot。 因为 AI 需求快速翻倍，云端运算大量增加，设伫美奥瓦各大州拢总24个资料中心，电力的需求是真惊人。谷歌公司书面的声明指出，就算拍拼开发其他再生能源，发电量也是无够资料中心的需求，所以新一代核能反应技术，伫供电量提升的时阵，降低碳排放，会当讲是加一个选择。也若成立干那7年的凯洛斯电力公司。 拍拼开发第4代上新的氧盐反应技术，达到快速供应有够价的电力，也有减碳，甚至是减化核废料处理甲安全等等的目的。Instead of fuel rods, fissile material is dissolved in the molten salt. The fuel flows around graphite rods, which moderate the energy of the neutrons to support the nuclear chain reaction. Other designs include liquid or solid fuel contained in rods, similar to current reactors, but with molten salt as a coolant. These reactors can use a broad range of fuel and salt compositions, and there are even designs that do not require a moderator at all and are a class called fast reactors. Several designs would employ thorium fuel, which offers many benefits. There is at least 3 times more thorium than uranium on the planet. And its waste largely decays in hundreds of years instead of tens of thousands. 甲谷歌有共款处境的微软，是甲电力公司合作，准备重新启动真侪年前传出核能事故的三里岛核电厂。谷歌是头一间直接甲电力开发公司签约，打造专用核反应炉的科技业者。不过双方拢无公开合约的金额。 谷歌敢会投资电厂的起造，或者是干那买电厂的电，也有这个新型的电厂，敢会甲全国的电网相接，供应予其他的用户，目前也无清楚。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
中共伫咧昨个联合来监视控制苏比军演，引起国际社会关心。美国国务院是呼吁中国着爱较严肃咧，那美国国防部也批评中国的军事施压行动不负责任，破坏稳定。那英国的外交部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着爱避免任何伤害和平稳定的行动。解放军则是伫台海西边发动13点钟的联合来舰202 B 的军演，引发国际高度关注。伫美国国务院表示观察了后，美国国防部发出声明，指出解放军的军事施压行动是无负责任、无成比例，而且破坏稳定的，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甲全世界是真有关系。美国会继续甲盟友伙伴合作，确保印太地区自由而且开放。英国国防大臣施里也谴责中国真有侵略性甲戏惊意思的行为。Many of u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launch of the recent military drills by China around Taiwan. Woul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like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demn these highly aggressive and intimidatory manoeuvres? Mr. Speaker, I will indeed. He will know that ours was a party that went into the election committed to build on the commitments that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had made to the Indo-Pacific. 欧盟同款发声表示，中国军演进一步相关海峡两岸紧张的情势，重新强调反对任何各方面以武力胁迫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德国总理肖兹也表达同款的立场。Wir schauen natürlich genau hin. Für uns ist auch immer klar, wir gehen davon aus, dass niemand versucht, mit Gewalt an der Situation, wie sie zwischen Taiwan und der Volksrepublik stattfindet, etwas zu ändern, was uns nicht davon abhält, die Dinge genau zu betrachten. 日本首相石破无讲，台海甲台湾四边的和平安全对日本甲区域非常重要。日本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势，并且做好责任的应用。外交部呼吁中国勿假借理由无端滋事，成为破坏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对国际朋友的支持，咱外交部表示诚心感谢，强调台湾会继续充实自我防卫能力，并且强化甲理念相斡的朋友合作交流，向世界展现守和民主台湾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伫咧秘鲁举行，就风声讲总统赖清德本地是要派前副总统陈建仁做代表，不过因为这中国压力，秘鲁无同意，即马改派宏基集团的创办人施金营。总统府表示讲，目前还阁伫咧讨论人选，若准有确定，就会正式对外公布。今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会伫秘鲁举行，针对经济领袖会议的总统特赛人选，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原本希望由前副总统中建议的议事陈建仁代表前往，不过伫中国的压力之下，无得到秘鲁的同意，因安尼传出改派过去捌伫淡水变政府时期出任 APEC 特赛的宏基集团创办人施金营来代表。中国再次的非常蛮横的来跟主办方秘鲁来提出一些抗议，非常遗憾哦。那目前我们所得知的讯息，主办方秘鲁那似乎也向我国的政府传达了，那陈建仁前副总统应当是难以代表台湾出席 APEC， 因为我们现在策略是完全倾向美国嘛，那美国能不能帮我们发声？美国能不能帮我们折冲？这个其实就很重要，我们应该让美国去跟我们做相关的协调。那位认为讲，既然咱方的策略偏向美国，就应该和美国甲咱方协调，得到亲密政策的好结果。刘伟是批评讲，这显示中国伫国防、外交、各国际各方面继续打压台湾。外交部也作出回应。我国出席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人选，一向是由总统决定。人选确定后，总统府将正式对外公布。媒体报道中所称的相关内容，基于对秘鲁方的尊重以及双方互信，外交部不便对外说明。来看过去8年 APEC 的领袖代表，2016年、2017年拢是由苏当时总统府的资政宋楚瑜来担任。2018年到2023年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出席。2024年的人选是还未定。总统府发言人郭雅辉则是表示，相关的人选依然搁咧讨论，就亲像过去若有明确安排，会向国人公开报告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国际上针对着联合国2500号国际无干涉台湾的讨论是真多。国权民基金会今仔日公布一份报告，呼吁总统就爱重视台湾正名的重要，也毋忘改掉台湾路名中国化和奥运使用 Chinese Taipei 去参赛等问题。 顶礼拜相识大典，总统赖清德强调，中华民国甲中国互相无隶属，毋过坚持倡议国家正常化。国权民基金会指出，全国际当透过2500号国际无干涉台湾的支持咱国。因认为政府应当积极面对台湾正名。因伫咧10月15发布自控制属国家无正相关键报告，因伫内底指出这些问题和建议。伟大的政治家应该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把他的理念、理想极大化，而不是把自己的理想、信念、目标冷却、冰冻起来，然后去往模糊的中间去靠拢。这个走久了，有时候会迷路掉，甚至会让我们的国民会有点无所适从。 基金会就真侪专家学者共同编写这份国家无正相关键报告。学者指出，比论中正路、上海路等等，这个违权性和中国化的地名应当改掉，好路名通和台湾有更较密切的关联。另外，咱国旧年来直直以 Chinese Taipei 的名来参加奥运，前行政与体育委员会主委是认为，这会让国际愈无了解台湾和中国的差别。维权的人，中正路、中山路、经国路，你大家有看到这？ 敢若中正路全台湾满岛有311处，希望这个无正义、扭曲的历史会当归正。宪章内底有规定你参加的这个国家，你要用你的国家的名，若无就是你要代表你的地区的名称啊。 咱中国台北地图内底拢无啊，这中国台北是代表啥物会？这就是足无正常的一项代志国权民基金会表示，未来逐年因拢会发布报告，针对这个问题，政府敢有去改善来检讨。另外嘛，按算结合网络发起社会对话，甚至嘛按算继续推动奥运正名等等，毋望透过这个行动，通促进愈侪台湾民众关注国家正常化的议题。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 顶礼拜，基隆市卫生局发现讲，国光生产的一种流感疫苗有一寡药剂已经变色啊。国光生机昨伫咧疾管署的专家会议提出检验结果，讲是注射当的零件染色样出来，会甲这疫苗送到公证单位，搁再检验。疾管署也要求讲，共一批号的库存101000吨拢爱回收，其他国光流感疫苗逐支拢爱检查。 顶礼拜，基隆市卫生局主动通报，发现一档国光流感疫苗变色。国光生机以仪器检验了后，发现塑胶套内的品质有问题。泡着流感疫苗了后，验出内底硫化合物，致使疫苗变色。研判甲2018年赛诺菲疫苗变色的事件相像，刚配合库存10.1万吨已经全面回收。它并不是 疫苗本身变质或者说有微生物污染的这种情况，而是因为胶塞它虽然说这个几率很低，不过它的瑕疵让这个胶塞里面的化学物质释出而造成这样子变色的情况。国光生机指出，可能因为塑胶套内的品质不良，接触到流感疫苗了后用出来，致使疫苗变色，是罕见的单一事件。 已经把变色的疫苗送到第三方公证的单位进行硫化物甲相关物质的检验，确认变色的原因。疾管署指出，调查了后，共配合验收了后，配送到6个县市，已经使用8.2万吨，库存10.1万吨，自顶礼拜六已经暂停使用。经过检视，拢无问题。不过，有关依照合约的规范，以冷温冷藏的方式回收转来国光公司封存。 伫后礼拜三，疾管署会召开 ACIP 和流感防治组联席会议，来决定这个配合敢要继续停用。若这届国光变色的疫苗伫注射进前就互发现来回收，有问题疫苗并无互使用。厂商也已经咧调查，佮有厘清，民众莫伤过烦恼。伫秋天、冬天流感流行进前，也是爱照机庭来注流感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经济部长郭志辉昨有讲到，因为烦恼这绿电无够，经济部准备要伫咧菲律宾设电厂，用船或者是用海底电缆线，把这绿电炸弹来到台湾，是因为讲这进口的绿电凭台湾在地生产是更较俗的。另外也希望讲会当参与到陆上经济走廊，推动菲律宾产业合作，强化区域供应链的韧性。就学者认为讲相关的条件来甲看，正适合台湾去布局。经济部长郭志辉10次参加印太战略智库成立酒会，伊伫致辞的时阵提出新的想法，讲是国内各界拢有人烦恼绿电无够，准备要伫菲律宾来设电厂，把绿色的电力炸转来台湾。另外嘛，希望会当参加理想经济走廊，推动菲律宾的产业合作，嘛来强化区域供应链的韧性。我们在菲律宾建这个电厂，透过船运啊，透过这个海底电缆啊，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新加坡他们是在澳洲买这个绿电，那澳洲到新加坡4800公里，现在从吕宋到台湾只要300多公里，我们买到的绿电价格应该会低于在台湾发展的这个困难。它还是拥有一定程度的人口红利，那再加上菲律宾的这种劳工，他们技术劳力他的有语言优势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是蛮适合在那边布局。学者认为讲，和菲律宾加强合作，乃当规划出特定的经济区地是真有优势的。尤其真侪台湾的企业是长期伫所比客湾经营，这就是理想经济走廊计划的中心点。再去郭志辉参加台北纺织展，讲到伫菲律宾设厂只是拄啊开始想，还未上路的时程表。不过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梁启源嘛提出问题。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去发展绿电，那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等于抵换的观念也算在国内变成说我不排碳那但是不排碳算不算这个 RE100是一个大问题。加强和隔壁国的合作，帮助台湾的企业在海外布局建立生产基地。这摆经济部锁定的理想经济走廊是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做伙打造的。若是讲台湾会当加入，暗算嘛会当来加强和盟友的经济、安全和战略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进前碳费审计委员会有确定国内碳定价，环境部初步估计，若开始甲这企业扣碳费，基金规模大概有60亿。这条钱呢，这台中和云林的电厂厂长是拢认为，8成到一半就要留予电厂。不过，这环境部长裴克平就表示，纳钱的企业是希望把这钱用来伫咧减碳，唔是一般的建设。经过碳费审计委员会超过半年的讨论，国内碳定价每一栋300块，明年开始计算排放量，后年是开始收钱。目前评估爱缴费的企业，拢会减碳寻求优惠费率，起定的基金规模差不多60亿。这笔钱比即卖的空污基金更较少。不过地方政府拢希望会当照空污基金的模式，拨到一定比例给地方。至少要80%嘛，受到影响、受到牺牲、付出代价的是地方的民众。那所以地方政府应该拿这些来做建设或环保或健康的改善。地方本身所为这个环境所付出的这个牺牲，能够至少1半以上留在地方，我觉得这是算是比较合理的。气候变迁营养法第33条有明定碳费的用途是用来减碳甲调节使用，其中一项是补助地方执行相关工作，钱要安怎用、安怎分配，细节由台温室气体基金管理会来讨论。补助地方政府来执行相关的一个工作，目前法是有这样的一个授权。不过，环境部长彭启明拜一伫立法院的时阵就表示，议员有收到缴交碳费的企业因的压力，希望碳费会当专款用伫减碳，不是一般的地方建设。我们在跟企业沟通的时候，他们也跟我们说，这个碳费他们要他们交可以，但是不能随便去盖公园呐，随便做一些很基本上地方建设的事，他们是有一些要求的。碳费审议委员之一，台大兼任助理教授刘家伟指出，你做真正要用污染比例来算，半导体业缴上侪钱，敢讲新竹甲台南会分配上侪钱心。伊反对地方政府用分管污染源的算法，认为无妥当，是希望地方会当提出更较好的减碳计划，通过审查得到经费，有限的基金才当把钱用伫该用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日本剧高校吹奏乐部来到台湾，头一个公开表演就伫咧高雄。不过议员质疑讲，同款对日本来的翡翠技术活动经费370万尔，剧高校说爱700万，这期招标过程无够公开透明。互人合作感觉是恶魔的日本剧学校吹奏乐部，去年底来台湾，头一场伫高雄的时代大道表演。有超过8万人到现场观赏。不过，高雄市议员柯彩金14号伫议会针对这个活动质询，伊表示教育局予伊的招标资料才第3纸，嘛质疑感觉是恶魔伫高雄的活动招标的过程，也佮有钱开去倒位。教育局给我的成果报告书只有1页A4，我想要请问一下，你们是用这一页 A4 去核销700万的经费的吗？同样是这个行进乐队的表演，翡翠骑士呢，当初只花了390万，但是局高校却花了700万哦。翡翠骑士的团员呢，多达了148个人哦，局高校只有98个人。这些经费主要都花在他们的吃住跟活动上面，但是人越少的团，怎么反而花的费用会越多呢？柯彩金表示，一个演出后来是改立唔免租金的时代大道。不过表演1-2天，教育局所变更标案的内容，为原本309万的经费，追加到700万块。另外，伊嘛质疑为怎样用限制性招标？你们把局高校的标案藏在一间国小的标案里面，根本就不在局内的标案，所以一开始我们才会找不到。再来呢，你们采用的是限制型的招标哦，只有1家厂商投标。教育局的采购标案。因为考量到教育局行政的量能，所以在过往教育局都会有将许多的标案委托我们所属的学校。教育局主任秘书表示，调标的厂商捌有接待过剧高校的经验，所以标案才会用限制性招标。局长嘛强调容易发办理，标案的内容是公开，爱提供予议会做监督。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今年新住民基本法公布，为着要让新住民有愈侪管道听好接受到资讯，移民署委托着中央广播电台为新住民的朋友制作全新的广播节目，希望透过这广播愈了解到新住民的需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新住民和新二代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是台湾社会真重要的一份子。为着要帮助新住民伫台湾通适应较愈好，内政部委托中央广播电台制作全新的广播节目《新住民新力量》，希望让新住民了解伫台湾可能会遇到的生活问题、文化的政策，也是法令规定等等的资讯。比较有用的、比较有就是实用的生活快报，比如说在某地方有个活动啊，就是举办给新住民，或者是跟新住民直接相关的法令等等，就是其实这些资讯对现在在台的新住民来说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主持的第1集其实是关于台湾健保系统的，所以应该是各种各样的主题都有。新节目的主持人包括捌演过电视剧，也有在做越南语新闻主播的范水唱迷，也佮有真够唱台语歌 YouTuber 崔灿。另外，佮有侪来主播各国家的新住民，也是新2代主持人会共同用华语主持。内政部表示，除了培养人才，嘛希望透过媒体来保障新住民也是移工的资讯权。我们借由这样的交流的节目呢，把新住民的声音带进来我们的政府里面，寻求更多的协助。我们也把新住民的心声讲给更多台湾人听。新住民新力量按算自10月10日开播，中央广播电台表示，这是因得新住民基本法公布以后开设的新节目，嘛是因头一个为新住民服务的广播节目，希望透过广播的内容，让政府通听到侪新住民的心声。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来看新竹宝山种草柑仔的面积有45公顷，卖到30万公斤的产量，30万斤的产量。但年10月到11月，就是这草柑仔的采收期，前阵马当着风台造成损失，总产量减少3成外，农民是真无奈。像这个就是刚海风吹掉下来，这就是刚掉下来的。原底应该是生满柑仔果子的树啊，即马煞因为3度离风台影响，树啊下骹拢是互风台拍落来柑仔，
农民实在要靠无目屎。往年的话，大概差不多有30-40万嘛。那像今年我们看，就这个台风过去之后，应该是少掉至少有1/3的这个产量。像这样子一个状况哈。那像这样子的橄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它的。新竹县宝山乡有全台湾唯一的橄榄产销班，10月到11月是橄榄采收的季节。当年有30至40万斤的产量，今年受到风台影响，产量比过去减要3成半。产销班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提供补助，减少农民损失。农损的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的话，其实对农友来说，怎么样再能够继续投入橄榄这个产业？那我觉得对农友来说，它会是一个很大的疑虑。赶快跟我们的公所来做速报的动作哈，那达到一定面积的损害之后，我们会依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跟相关的作业要点哈，来启动灾害损失的勘查作业，尽量协助农民来办理复耕。农民指出，橄榄的树枝真长又搁脆脆，只要无细腻就断去，逐摆拄着风台，就会造成真大的影响，互看天食饭的这群人真无奈。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作家陈淑芳2019出版的长篇小说《鬼地方》，故事背景是1970年代的中华演战，主用主角的家庭故事来讲这同性恋、重男轻女、死亡这挂议题。阮剧团即阵也将这本册改编做舞台剧，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伫台顶参学生囡仔分享创作经验的是来自中华影战的作家陈淑芳。伊长时间拢住伫德国。2019年出版《鬼地方》，是一本加入生活经验的长篇小说，得到国内外侪奖项的肯定。目前有12个国家的翻译版本。其实我这本册写的就是大家的故事，因为大家拢来自一个鬼地方，伫美国做活动啊，讲了都有一个密西西比州的来的读者来甲讲啊，你写的演战其实甲我密西西比州的庄脚听起来、读起来一模一样啊呢。我就说哦，所以其实大家咱心内底拢有一个故乡，你这是要转去，无可能我都转去，还是你无想要转去。迄个故乡伫你心内底，就是那就一个鬼啊，一直如影随形。鬼地方的故事背景是1970年代的中华影战，小说内底有写到同性恋、重男轻女、死亡这议题。阮剧团即阵也将这本册改编做舞台剧，除了有用影战腔搬影战的故事，嘛加入当地特殊的丧礼仪式人流。人流的重症就是伫演战啦，吼，通常伊是发生伫丧礼结束的时阵，就是要为了来斗相共的厝边隔壁，吼，大家看了欢喜啊，转变这个心情，所以有特技，譬如讲吞火啊，咱即摆其实愈来愈罕去看到啊。陈淑芳表示，真欢喜鬼地方有无共的呈现方式。这本册 IP 其实当转译，成做戏出、电动游戏等等，有侪发展的空间。嘛希望大家做伙来读册，为台湾文学内底找出精彩的台湾故事。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传承世代家己中义个蒋中剧团为着要用台语来推广因的传统艺术，因着用这搬布地戏来讲故事的方式呢，互民众体验到台语故事的趣味，也教民众让戏人啊用互动的方式体验到文化艺术。新大真改他们换的无换生做安怎来？用社区的长辈来小解布的伊的卡销，让一个蒋中剧团在时啊伫家己馆溪口的旅外到社区，举办表演讲故事的活动，唔但甲长辈讲布的戏演化过程甲知识，佮表演国粹戏最好段的武上拍好，互长辈是看甲真欢喜。有双打有较近安尼看，互较清楚了解到伊的故事来了。上重要，阮看到一个团长吼，用5-6个口音无共，互阮见识到真正是足好诶。今日较有专心咧看吼，我知影讲布地戏安怎播安怎，普通时捌咧看较遐尼详细，啊，搁这个口碑咧我才有讲吼。蒋义哥表示，布袋戏这个本土艺术甲台语同款，拢拄着流失的状况，所以才要入来社区，互社区的长辈透过看戏的方式，感受台语运用伫艺术当中的戏剧语言。一般咧读口碑的时阵吼，咧讲这口碑的部分，就是会用较文言文的方式，来讲这个口碑。
甲一般咱通常话咧讲台语咧对答的方式是无共款的，就是会有阮的戏剧语言安尼。较早伫迄边看戏，听的是台语，看的是闹热，记落来的是地方的文化。但伊个讲，希望透过搬戏广告书，互长辈阁想起细汉时的记忆，做伙继续用台语来传承地方的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湾戏剧学院为着要传承咱台湾的本土语言，伫同一出戏内面加入台语、客语、华语，除了语言的传承，也伫咧表演当中加入台湾特别社团的本土乐器喇叭弦仔，希望利用这届湖广三线艺术节，甲台湾的传统文化传承落去。这个王子用歌戏的声调演出森林7个人的故事，特别的是派心的风俗，唱的是京戏。也那新歌善良的公主是用客语来唱客家大戏。这是台湾戏剧学院的秋季公演，这届特别加入台语、客语、华语3种无同款的语言来搬戏，让演员感觉真有难度。不过，这嘛代表台湾这片土地本来就是多元的族群组成的。拢足听无的，因为我的对手是客家的白雪公主。我唔去学院，我去来到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客家戏训练，将学嘅客家话，蛮有难度的，因为平常不会在一个舞台上面听到那么多语言的。这个戏曲金角系学生所演奏的，叫做喇叭弦仔，这是台湾伫1937年发明的本土乐器。当时日本推动皇民化运动，禁止台湾人演奏传统的民俗乐器。不过台湾人嘛足巧的，随发明出这个喇叭弦仔。喇叭弦会当算讲是咱台湾唯一的咱敢若咱台湾有，因为就是迄个时阵日本时代禁古乐嘛，台湾人都是搞变巧嘛。喇叭弦仔一般是用伫客家大戏甲歌戏，这届戏剧学院特别将喇叭弦仔加入演出，希望未来会当加入京戏表演。除了乐器甲语言的传承，戏剧学院嘛特别加入 AI 技术，将咱的语言文化注入新的活水，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第一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外国过万圣节，这金龟是主角之一咯。伫咧加州逐年拢会比赛，啥人种出来金龟是上界重。今年明尼苏达州一个老师种出一粒1121公斤的金龟，摕到冠军。而且这位老师已经是连续4届共摕冠军啦。Rudy。超级大金龟该出动地个车才会当送去你庆当美国加州一年一摆的金龟蹦动大赛，配合几啊节来举办。What do we got? 2471. 2471. Whoa! Current leader by 6 pounds. Travis Steiner from Minnesota. 冠军金龟有1121公斤，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管艺老师金家所种的，顺利摕到今年金龟庆当世锦赛的冠军，完成4连霸。I think I only won by 6 pounds. I was just told, so it came down. And the funny part about it is that was my last year's or 2 years ago seed that he grew. We did not have the right weather year to do it, so. To be up here on this stage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is awesome. 甘那亚第2名2.7公斤，虽然今年无阁创新纪录，不过1247公斤是伊创的世界纪录。金家认为克服歹天气、关注土地健康是摕到冠军的关键。Soil health is a big one for me, and get that plant established right away, and the rest is history. Yeah. And you're gonna come back next year? We'll see. We got to do some talking here with my family. 所以这粒冠军金龟会互得标的马主炸到洛杉矶，以3D 雕刻的方式展示。同款是配合几啊节个奥克兰动物园这只非洲象，伫几啊节前伊咧食动物园提供的大金龟，伊一喙就甲金龟吞落去，那亲像死兽啊共款。未来伊会搬到田纳西州的象保护区，甲其他象做伙生活。国视新闻第为人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30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0度。然后金门马祖对23度到2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